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4月9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现在过去的建筑营造拢只是注重起厝，却无注重拆厝，所以大型的废弃建材拢成为一大环境污染。不过现在大腾公司将伫桂林高铁特定区开发一栋强调循环主体建物，而且明年底就将完工，到时是用出租无买卖方式，家己营运管理。希望开创过来循环主体新的起点。祈求动土顺利。第3敲，祈求奠基永固，缘和吉祥。当土典礼由大腾公司董事长黄玉珍主持，其中5位特定各界贵宾嘛拢亲临见证。于明年底这1.4公顷的沙仑园区当中，就将诞生一座循环主体，嘛是大腾对摒营收、摒经济以外，各种热能加环保概念助力建筑环境的一大指标。台糖能够率风气之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把一个原先只是以经济为考量的一个住宅，能够变成对于环境友善、对于资源永续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建筑，而且这个工期只有18个月，而且在现场的工地不会造成这个噪音、尘土以及种种的污染，这点是非常好的。最重要的是它的每一片的建筑物的这个构造，将来都能够回收再利用，这点更是难能可贵。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一方面我们很鼓励，而且事实上是全力协助。来台糖能盖这样子绿能循环宅，这栋大楼，这个循环建筑的大楼我们希望它有2个角色，一个是当它盖好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典范，大家看得见实体上面什么样的一个循环建筑，它是一个零废弃、零排放、以租代买的一个商业模式，是一个服务性质的一个大楼，而不是一个买卖的一个市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经由这个大楼，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扮演好我们国营机构的角色，那就是怎么样子利用这栋大楼的新的工法、新的设计、新的定位，能够带动整个台湾的营造产业，让它能够跟国际不只是跟国际接轨，甚至于超越国际，至少在循环经济这一块，我们变成是一个领先者，而不是像以往的一个所谓的追随者。那这是我们最高的期待。后来未来主体不只是单纯的建筑物，而是每一个建材拢会当回收再利用。希望透过零废弃物的关键加决心，为日后的建筑开发写下新的里程碑。今日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星际大战是全世界影迷上侪系列电影节，每一档的5月4号，全球的影迷拢会共同来庆祝国际星战日。今年咱台南嘛将配合办一系列活动，当头去将是文化中心所举办的电影高响音乐会，下面带大家做伙了解。一讲到科幻电影，相信真侪人拢会想到《星际大战》。这个系列的电影已经有40万年的历史啊，伫全世界拢有真侪影迷。其中因为电影的台词"愿原力与你同在"英文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的谐音，就亲像5月4号与你同在。所以影迷嘛将5月4号定做国际星战日，伫全世界各地拢有相关的庆祝活动。今年台南嘛加入这个特别的日子，甚至嘛举办了全台湾唯一一场的电影音乐会。9号下午举办活动记者会，市长黄伟哲嘛手提光剑，甲 cosplay 的民众共同为活动宣传。现在虽然已经经过40多年了，物换星移，但我觉得其实星战迷还是历久不衰。我们觉得其实，我刚刚提过了，May the Force with you， 希望5月4号一起同来，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新5·4运动。那当然也是发挥台湾的精神，能够这个维护我们
这个地球的和平，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不妨很轻轻松松的携伴来台南，一起来看台南是不是真的有一点新战风、新战味，听听这个音乐会，然后这个想象看看许多在现场的新战迷，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把这个新战服穿起来，把光剑拿出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家的，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同一国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同一个阵线的。其实也欢迎大家来。这届活动除了重头戏的电影音乐会以外，只要伫5月4号到5号期间，民众打扮成为电影当中的角色，就会使免费参观台南的古迹。同时，伫文化中心边仔，嘛有安排侪活动，连饭店业者拢有推出大磅的优惠。文化局嘛期待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民众会使做伙来台南度过一个特别的国际新战日。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印尼伫这个月17号将举办总统大选，同时提前14号要伫台湾等世界各地进行无在籍的投票方式。对此，为了小停印尼劳工的投票权利，上午节日议员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因的头家动工爱甲因放假，可以当行使投票权。参像凯蒂这款的印尼劳工来到台湾打拼，都有27万人。为了让伊有机会参与4月14号印尼总统大选伫台湾所实施的无在籍投票，议员林义莹特别号召郑嘉欣、沈振东甲尹爱达利等议员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因的头家动工会当让因放假，到北区新营的投票所行使投票权利。我们台湾的雇主，我们台湾朋友可以让我们的印尼国民朋友们出门投票来行使他们的公民权。那在台湾工作的印尼移工，其实大约是27万人，占台湾移工人数的38%，这是一个蛮高的比例。那同时，印尼也是台湾的第14大贸易伙伴。这些在台湾努力打拼的印尼朋友，在每个角落其实是用他们的力量撑起了台湾这个国家。那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因为不在本国工作，就导致他们的民主权利打折。为中印尼劳工嘛强烈表达想要行使民主投票的心声。雇主就是在台湾的印尼的移工也蛮多的，就是希望雇主可以让他们去投票这样子，就是让有权利，就是因为在台湾也有那个设备，就是在商店还是在那个印尼店，就是有给他们投票这样子，就是这个礼拜就是希望可以每个雇主就是让他们去投票这样子。4月14，在台印尼国民投票去。虽然议员的呼吁甲声援对呢头家并无法律的约束，不过其实嘛希望借着印尼推动无在籍的投票制度，来唤起政府未来买当思考还是推动。台南新闻顾文吉、林义光采访报道。为因应大规模甲复合式的灾害威胁，今年的全民防卫动员以及灾害防救演习将伫4月11号下晡举行。对此，上局特别透过记者会来宣导，希望借此增加市民的防灾意识。这届民安5号，也就是108年全民防卫动员以及灾害防救演习，消防局、联合军方以及消防站等等的单位，当咧做全面的准备。这届演习增加了侪高科技的设备，包括无人无人机的吊挂支援、大型机场化学消防车等等。将会当有效并且及时来面对着突然发生的大型灾害，并做出上改进的应变作为。4月11号的民安5号演习呢，那么我们今年台南市有很大的特色，比如说我们刚跟这个奇美还有联电以及这个机场签了 MOU 之后呢，这一次也特别演了这一个空难的事件。那把这些的大的能量的消防车呢，都把它动员出来。那另外呢，我们全国的义消里面，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无人机的载具的使用呢，也自己发明了比如说吊挂这个救生圈，还有这一个它的广播设备都能够接近我们这个患者，很快的可以取代传统的抛绳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作为。
那么其他呢也有很多的亮点包括安平运河的这一个这个载客小船的这个意外事故的抢救等等请大家拭目以待。透过各单位之间救灾资源的互相支援，强化救灾能量，同时也希望借由演习来提升全民的防灾认知，让市民朋友会当加一份防灾知识，嘛加一份安全上的保障。台湾新闻网1号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咱台南在地连锁电影企业9号暗时办春酒晚会，董事长王显明因为看好未来景气，所以大手笔开上千万来举办，来鼓舞员工士气。会中除了安排专业的歌手表演，连员工家己表演，总共有高达63万的奖金通摕，场面是盛大热烈。梦想起飞，茶之魔手2019年春酒晚会一开场，就由总公司以及干部带领30万名员工，不断来变化服装甲舞蹈的风格，呈现出长度达到20分钟精彩的开场舞蹈。这段舞蹈开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来准备，甚至还有小小年纪只有6岁的成员来加入，让规段的表演更有看头。面对台湾大环境无景气，茶之魔手董事长王显明乐观表示，伊认为上界歹景气的时刻已经过去，所以现主时以盛大来办春酒，就是希望会当鼓舞士气，并且增加着员工信心。因为我们今年是包括我们高山上的农民都一起下来共襄盛举，因为以前都是分两个地方办嘛，想说今年那个景气最后的时刻，我们觉得也已经过了。这样合办一下应该会比较热闹大家士气也会比较棒。面对电影市场愈来愈多无同款品牌竞争的状况之下，茶之魔手董事长王显明认为，只要用台湾在地优良的地壳，就一定会当维持高品质甲高竞争力。其实我们台湾的品质在世界上本来就第一了，所以我们坚持用在地的东西让它价格上能够有所稳定，让农民也才能发挥他们高品质的象征。我们台湾本来就是世界第一的茶品。今年茶之魔手2019春酒晚会比往年的规模更大，参与的员工甲贵宾更加上多人，拢伫咧这场梦想起飞春酒晚会感受到满满的信心。茶之魔手持续来增加着客族茶农的数量，要用稳定安全的茶叶来源，让消费者会当安心使用。台湾新闻综合报道。现在文化创作拢开始追求在地故事，为伫民生路的中央大厦梦想空间，嘛是青年创业基地。在一场念名展当中，有2位关心在地议题的念名师，分别对农业、罢工以及宗教信仰来呈现台湾的故事。为伫民生路的中央大厦梦想空间，即届举办了一场相当在地的念名展，由着关心农业甲各行各业的念名师黄明义带来伊的新册。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同时将册中的相片放大展示伫民众的头前，让大家会使看到台湾各行各业无同的一面。我拍摄的这些人物对象，他是给我很多很鼓励的。我看到很多各式各样在努力在我们身边努力的这些人，包括他在做的他的事情，即便他可能是
下水道的工人啊，或者是蜂农，或者是一个救灾的军警，其实每个人对他的工作都是很认真的。所以我这本书的主要是想要说，透过这个书，其实也提醒我自己一直在做的农业，虽然很多人也许社会上观感不是那么的高尚，但是我觉得大家我认识很多农友，他给我很多正面的。那我也希望说，透过我的影像，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原来台湾或是说在地有这么多好的产品、好的人物、好的事情，可以透过影像，然后让大家更正面的去思考，然后给大家正面的一些反馈，这样。即届的摄影展嘛有邀请另外一位关注台南宗教信仰的摄影师洪正杰共同参与。伊即届依照传统的翁仔甲帝王宫顶作品，希望互来看展的民众更加了解传统的信仰。我的主轴呢，都是以台南在地宫庙文化做一个摄影的一个主题为出发。那我想这个东西可能会对大家讲可能比较制式化、比较老旧，那可能年轻朋友没有什么兴趣。那我可能透过的方式就是以比较鲜艳、比较独特的取景的角度，让这个画面、这个内容重新的活化。这个是我这次主要的主轴，它是属于这个台南立王宫这个张巡许远信仰的这个为主的一个主要庙宇哈。那这是它的那个基桶在台南应该有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那我觉得值得来做宣扬跟推广我们从撇开信仰的角度，从文化、从历史上，我觉得很有记录的意义。即届展出的作品拢是两位摄影师开了真侪时间所创作的，同时因嘛准备了侪纪念品提供民众索取。即届的展览将要展出到4月20号，欢迎对台湾在地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到现场欣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婴幼儿虽然时常会出现泌尿道的感染，不过因为发作的镜头并无明显，多数拢是发烧，会被认为是其他毛病，加上部分会合并身体性的骨质异常，所以先提醒父母一定要提高警觉，而无对当要赶紧就医。医生表示，泌尿道感染是小儿科真正看到的毛病，因为若伫大人发生，小便会痛、会搞尿，或者是腰痛，较容易联想到泌尿道感染。不过，若伫24个月进前的婴儿甲幼儿所表现的，可能是不明原因的发烧，或者是黄疸。医生提醒父母一定要有所警觉，赶紧看医生，避免造成严重的腰肌发炎，影响日后腰肌的功能。一般我们常见的小孩子发烧是感冒嘛，肠胃炎嘛，或者是比如说肠病毒，你假设没有找到很大的原因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一直烧，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所以一般小孩子他有烧，你找不出原因，我都会强烈建议一定要验尿液常规。你觉得那尿液常规有问题了以后，一定要做尿道培养，就知道是可以找出他有尿道感染的问题。因为小朋友你那么小，有时候得到，我们怕是他有先天性一点异常，就像我刚刚讲到那些回流的问题，或者是肾脏水肾的问题，你没有把这个原因找出来，它会影响他那个肾脏回流，或者是他会影响以后肾脏化脓，会影响小孩子的一辈子的问题。会中医生嘛提醒，婴幼儿的泌尿道感染时常合并一寡先天的泌尿道异常，参像膀胱、输尿管的回流，就占3成7，而且一旦诊断确定，就要以预防性的抗生素，甚至开刀方式来治疗，避免日后综合性的感染。台南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4度到3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4月9号中间台南电新闻，咱再会。